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15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事态，头先就来报您知。在今日国内又搁增加2个武汉肺炎确诊病例，拢是对美国回来的，其中有是坐华航机抓对纽约回来，全机已经有12人感染。美国要暂停对 WHO 经济援助，总统川普也批评 WHO 是政治压过专业，无带头来发布防疫消息。台湾除了做催业外交，今日要关乎15个友邦超过90台日常仪，助因来对抗疫情。在今仔日，咱国内又搁增加2个对美国入来的武汉肺炎确诊病例，其中一位是3月30坐华航的飞行机对纽约回来旅客，这个飞行机抓顶头也已经有12人来确诊了。另外，疫情指挥中心的陈时中指挥官也强调讲，世界疫情当日严重，咱台湾无大意的本钱。国内个新增加2例武汉肺炎确诊病例，全部是境外移入，其中第394例捌坐3月30为美国纽约飞倒台湾，被外界叫做上头班机的华航 CI-011班机。这班机有12人确诊，指挥中心已经对全机340人采检，有296人阴性，也有14人检验中。4月6号、7号有出现一些酸痛、胃痛、呕吐、胸闷、发烧的症状。那8日、10日有卫生单位安排采检，那今日确诊。另外一个新增加个案也是为美国回来，第395例伫美国时阵就出现家扫、塌鼻、流鼻水、甲鼻毛这情形。4月13入境时主动申报有症状，由机场采检通报确诊，机场已经找出21人居家隔离。他前后2排有10位的一个乘客，那他们会居家隔离。那另外还有机组员是11位也是居家隔离。虽然新增加是个位数，不过指挥官陈时中强调，全球疫情依然真严重。短短2礼拜以来，全球感染人数增加1倍，一困头就超过200万，死亡人数也会5万变12万。台湾的防疫工作无大意的本钱。我们现在看起来整条线，我们是守得还不错像这2天也都没有本土的案例。好，那但是也没有大意的本钱呐第379例酒店女公关接触者已经采检21人，有17人阴性，也有4人检验中，拢是一场接触者感染源也在调查。目前国内有395人确诊，6人死亡，137人解除隔离出院，其他继续住院隔离中。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在今日透早也宣布讲，要暂停美国对 WHO 世界卫生组织的经济援助。伊也批评 WHO 是政治压过专业，而且也要影响到美国对中国的旅游禁令。而且伊也无及时收集审查分享资讯，更加无看重武汉肺炎会摊开，无做好基本的工作，也就要必须追究责任。美国总统 Trump 是讲正经的，伊伫咧当地时间14宣布暂停赞助 WHO。 Today I'm instructing my administration to halt funding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ile a review is conducted to assess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s role in severely mismanaging and covering up the spread of the coronavirus. Trump 批评 WHO 规个心拢挖向中国，讲即阵政治因素已经超过防疫的专业性。伊毋但反对美国对中国的旅游禁令，也无即时掌握而且分享资讯。伫咧去年12月份，就有信息讲，这新型冠状病毒会人传人，不过煞无人重视。即阵全世界有真侪人因为安尼失去性命，经济受到冲击，拢是因为 WHO。 The WHO failed in this basic duty and must be held accountable. It's time after all of these decades. 美国是 WHO 上大的金主，2019年捐超过4亿美金，占 WHO 预算15%。即阵美国决定先按下对 WHO 的赞助，一定会让这个组织受到冲击。不过暂停金钱捐助可能只是头一步。国务卿蓬佩奥14日强调，中国的疫情这真相到底是啥物？美国爱一个答案，而且也有意思想要追究责任。国会机关也有动作，这个共和党籍的参议员已经写批予 WHO， 要求因爱甲疫情的资料、通讯记录。
也有社会网络等等，才资料拢交出来，而且爱秘书长谭德赛落台，也爱伊出席听证会做相关的解说。美国会这样生气，是因为即阵当地的疫情一直压悬，即阵伫咧美国累积病例已经超过60万人，2万多人死亡。伫咧东西区纽约州感染的人数已经超过20万，1万多人死亡。州长古莫14也指出，当地高一日又搁新增加778人死亡，数字是又搁再升悬。不过纽约的疫情即阵已经达到高峰，带院的人数有较缓和。We think we are at the apex, on the plateau. The number of hospitalizations went up, flattened, continuing to flatten. 不过，防疫的大众扶持正特别讲过，决定开放的关键应该是爱看病毒的变化。各州新增加的病例一直伫咧升悬，即阵要讲5月初1开放，恐惊会伤过乐观。加州州长即阵讲要偷放6项居家隔离检测的指标，包括扩大检测的能力、病院负担的数量，也坦白讲，即阵还佫无法度决定什么时阵要开放。记者综合报道。有一位设计师聂益真甲网红阿弟等人做伙发起，甲民众扣钱伫网络募款活动，是要做伙去到美国的《纽约时报》刊广告，呼吁 WHO 无应该排除台湾。不过 WHO 选用13点的声明来做回应，强调讲这过了10年来一直甲台湾的卫生部门保持技术的交流。不过，咱的外交部也表示讲，台湾连续3年拢无受到邀请去 WHO， 就连咱的疫苗要开发了后，也拢无法度甲咱认证，这也代表着咱台湾还有一段长路爱行。白色空上顶 WHO 因为反应真慢，还有政治干涉所致使的防疫空窗，下卡蓝色的门代表台湾当地建立一个通道、一个出口，对全世界提供上大的帮衬。由设计师聂英真甲 YouTuber 阿弟等人所发起的募资广告，《纽约时报》则是以全版刊出来，强调台湾 can help， 这件代志无人会当孤立。发起团队表示，全部媒体敢若是打开始，其他医生的协助全球对抗疫情。我们目前会有半数左右的经费是会运用在国内外的援助来对抗疫情，另外有半数的经费只是会用在投放世界各国的数位广告。总统蔡英文嘛伫人面前分享，而且感谢2698控团队的拍拼，台湾民间用广告来积极向国际发声，不离个 WHO 所大动作以13点来回应。其中强调，讲几10年以来，一直甲台湾的卫生部门保持技术交流，而且有邀请台湾的专家参加技术性的会议，无排除台湾。外交部肯定 WHO 愿意公开讨论台湾参加的问题，不过 WHO 也是无法度拒绝对中国来的政治压力。这块代志拢甲台湾会当完整参加 WHO 也有一段真长的距离。台湾从2017年开始就没有再受邀出席世界卫生大会，被拒绝的比例高达70%。再次的呼吁 WHO 尽速跟我国政府直接研商，完整的接纳台湾参与包括防疫在内的所有会议。外交部搁一再强调，台湾已经会当向国际来证明讲台湾会当斗相共，嘛愿意分享防疫成果。WHO 应该保持专业中立，完全接纳台湾。不过美国针对 WHO 伫这届疫情的表现是真不满，唔那宣布暂停金钱援助，包括用温、史考特等等7个共和党籍的参议员，嘛联合发函予谭德赛，要求 WHO 伫27进前提供疫情相关的通讯内容。而且说明是虾米人负责甲中国协调往来，搁有感受任何领导层级的人员接受薪水以外的经济补偿。最后嘛要求谭德赛出席国会听证会来做解说。记者综合报道。针对着世界疫情，咱台湾也已经出手上助咯。除了翠岩外交，15也宣布讲要捐予15个友邦超过90台日常仪。咱的外交部长高昭祺也搁再向 WHO 发声讲，爱甲台湾列入去相关会议机制嘅活动。另外，咱的总统蔡英文有上副笔42了后 ，CNN 也刷落去报道，甲蔡总统的相片放伫 CNN 官方网站首页。大电视顶边显示超过10个人的体温，这是台湾制造的日常机器，用动态监测几10个人的体温。外交部15宣布，捐予15个友邦超过90台的日常机器，协助对抗疫情。外交部长致辞强调，台湾一直被孤立在国际医疗甲卫生体系以外，这摆防疫提前准备受到世界肯定，并且向 WHO 发话。WHO 应该将台湾完整纳入相关的会议机制及活动。台湾将持续以实际行动向国际社会证明，世界需要台湾，台湾不会缺席。
why so many countries have advocated for Taiwan to gain representation in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and be allowed to lead the battle about the COVID-19. Taiwan helps, and Taiwan is always by our side. Thank you, Taiwan. 台湾展开年度的救援行动，也关乎太平洋4个友邦8万个水岸，按照各国需求提供相关协助。政府对内积极防堵疫情拓开，对外是分散医疗物资，成功提升台湾的国际能见度。总统蔡英文在顶政府比赛名列全球抗疫表现优秀女领袖了后 ，CNN 也带来报道，顶上 CNN 首页。就总统认为，国际社会能够多次肯定台湾在防疫上面的表现，这是我们全体国民团结一致落实防疫的成果。报道指出，世界各国女性领导人无够7%，不过蔡总统甲德国总理梅克尔、纽西兰总理阿尼丁这7位女性领导人，向大大俄罗在防疫表现比男性更加杰出。而台湾早期有经防疫作为，成功避免疫情大流行，即阵要能力出口几百万的水岸，和欧边甲其他国家得到世界肯定。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咱来看中国。中国官方公布因上新的病例数只有46例，也讲大部分拢是对境外入来的。另外，武汉已经解除封锁1礼拜啊，官方也表示讲，唔捌出现无症状感染者转诊的情形。虽然中国因讲因家己已经是真稳定，不过世界卫生组织的考察团却发现讲，伫中国真侪省拢伫咧增加病床以及着呼吸器，可能是咧替未来疫情做准备。谢谢你们。武汉瑞信所病院15正式封起来，也举行休床典礼。瑞信所就是已经清空所有病人，开设2个月到即阵收治2011位病人。即阵瑞信所病院内底空空无人，敢若留着壁顶真侪画图，也有封条。心情很感慨吧？心情很感慨。志愿队的那些医护人员在前期基本上已经全部撤离完毕了。武汉解除封城，官方宣布无症状感染者130例，到即阵无新增加转做确诊的案例，而且武汉现有确诊病例已经降到200例以下。而中国公布上新确诊病例，则是新增加确诊46例，以36例境外移入是上多。湖北当日无新增确诊病例，无新增和现有疑似病例，现有确诊病例179例。尽管中国一直讲境内疫情确立，不过根据《金融时报》报道，世卫组织代表团访问中国时发现，中国各省医院伫个设置病床买呼吸机，实际上医院伫疫情搁在爆发有做准备。中国工程医师钟南山也指出，风险依然存在。这个风险是永远都存在的，那局部有少量的感染是不可避免。除了防堵疫情搁在爆发，有研究显示，新冠病毒可能造成心室功能受损害。中国医学专家建议，把胃着患者上好3个月到半年了后再生育。它应该影响还是相对的偏小，我们还是建议患者，最好还是3个月到半年之后再进行这个生殖。专家也讲，虽然即阵暂时无老母甲囡仔直接传播病例，不过未来也是继续深入研究。记者综合报道。中国的官方媒体《环球时报》最近用话甲台湾恐吓，咱的国防部长严德发表示，中国未放弃用武力侵犯台湾，咱的国军也会严守戒备。不过最近中国的军机以及着军舰也一再出现，有专家表示讲，中国想要趁美国当咧无用疫情的时阵，摕到印太地区的霸权地位。飞机守望推特表示，美军一架电侦机再起出现伫咧台湾南部海域，这已经是美军3礼拜以来第12届出现伫咧台湾周边的海域。加上中国航空母舰辽宁号编队12号经过巴士海峡要去南海训练，中国军机嘛几啊届接近航空识别区，美中军事竞争的同时，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是用上严重的警告恐吓台湾。国防部长严德发表示，中国无放弃武力拍台湾，不过国军袂因为安尼卡步就乱去。近期这些活动，他就是企图改变现状，所以我个人看法，不管他放什么话，不管是预或者不预，我认为我们就是不要松懈战备，我们不能够随他起舞。严德发表示，中国最近这个动作拢是威胁台湾的一贯作风。不过，即马武汉肺炎疫情严重，加上美军航空母舰罗斯福号有人互画到，伫咧西太平洋真罕见出现战略的空隙。中国伫这个时阵一直有动作，一方面除了警告台湾，唔通想要借着疫情小想要独立的想法，嘛有学者分析，中国想要伫咧印太地区借着疫情小想要称霸。也对美国释放出一
些它的一个明显的政治的讯号，就是中国大陆可能还是在军事的准备上，是随时在做一些准备，能够去防范或是打击任何这个局势往他不想要、希望的方向前进。中国的军事动作为疫情爆发以来就明显增加，嘛是想要表达因的军事无人旁的时阵，这更加是一种心虚的表现。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嘛积极伫咧展现印太地区的影响力。学者分析，就以军力来讲，美国也是强权。不过看起来目前疫情还未结束，美中军事竞争的态势会搁再加悬。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新北市长侯友宜也宣布讲，4月20要进行封城演练。不过，台北市长郭文哲伫透早表示讲，伊认为疫情已经下降啊，无赞成大规模的演练。不过，疫情指挥中心的指挥官陈市长也表示讲，无同时期有无共款的做法，新北市的演练只是要互相关的做法更加完整而已。别个县市也挺好做参考。防堵武汉肺炎疫情，新北市搁超前准备。市长侯友宜宣布，4月20要进行兵棋推演。台北市敢是要对你做？台北市长郭文哲早起受访的时阵指出，演习分3阶段，为市民作业到特定演习，最后是实兵演习。特定演习的成本较低，要做伊无意见，但是伊无赞成大规模实兵封城演习，防解脱是湘北无共调。台北市比较特别，我们台北市还牵涉到很多中央机关，你知道，你也不可能说我们台北市在封城疏散，那中央机关都不处理嘛，会排桌上演习就这样。但是在现阶段事实上疫情已经下降的状态下呢，就搞大规模什么实兵封城演习，我个人是不赞成的。大家误会了，这不叫封城兵推，这是一个扩大管制、超前部署，整个社区感染失控，如何更扩大管制，也只是过一个兵棋推演的实兵演练。副市长蔡炳君下晡是到台北捷运去视察，为自动语音买票机到红外线热线相宜，爱台北市防疫措施做到位。因为根据清华甲哈佛团队做伙研究的数据显示，为人甲人接触率按算，台北市的感染率上悬。嘛因为大台北生活圈侯友宜真侪届拢做带头的角色，伊即期甲附近的城市像是家人进行区域联防，早起嘛去拜会桃园市长郑文灿，两个人搁做伙示范1.5公尺的社交距离。北桃3都是这个确诊个案最多的，那也是居家隔离、居家检疫人数最多的。那因此在防疫的经验上有很多值得交流。郑文灿当时强调，20迄天桃园市府会派人到新北市府去观摩演练。中央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市长嘛表示，无共的时阵有无共款的作为，无反对新北市的演练，肯定会当提供经验，予各县市参考。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是旧历的3月23马祖生，疫情指挥中心的指挥官陈市长也去到大甲镇南宫拜妈祖，除了感谢镇南宫配合防疫，甲绕境进行活动以后，也讲到台湾目前的疫情，也阁爱继续观察，也希望民众着爱阁忍耐一日。挂嘴暗手牙休，疫情中心指挥官陈市长早起就来大甲镇南宫，董事长颜清标嘛专程挂嘴暗，伫咧妈祖生即天做回向大甲妈来参拜。台湾就是即天无人确诊，互咱台湾人真欢喜。指挥官陈市长真感谢镇南宫董事长颜清标甲原本要伫3月中举办的稳景行程来延后，嘛提起台湾人。虽然目前的疫情是较稳定，毋过也是袂当放零。今麦个咧努力期，渐渐进入观察期啦。若看这有前台湾稳会调，他来考虑安怎来振兴，所以目前并无这个时间表，大家小忍耐一下。若是大甲妈文景当时才会当开好，但是中共即马工作也阁伤早。虽讲今年文景延期，信众也是伫咧妈祖生即天来镇南宫参拜。镇南宫嘛规定讲一定爱挂嘴烟甲磅体温，庙内的空间是关制100人。毋过信众真实是伤济呀，要维持社交距离是真困难。但是中嘛一直交代讲毋通客伤我。信徒真济啦但是管制有量体温、戴口罩，喷那个勤洗手这消毒水拢有在用。但是大家尽量嘛毋通死客啦同款是妈祖信仰中心的鹿港天后宫嘛有真侪信众来参拜。毋过甲演过无共款的是，无看到大型的祝寿典礼，或者是真侪人做伙来参拜。庙方表示，伫咧前一天主持过了后，就举办祭典。毋过考虑到防疫，毋但流程简单化，佮头一届关庙门消毒，一直到透早6点才开放。
刚好今天是妈祖生，所以当然是有非常多大型会群聚的，或是有一些活动的话，我们都有取消。时间会错开啊，有新的来还是会来啊。庙方表示，来拜拜民众甲烟鬼比起来是减要5成。啊，毋过目前伫咧防疫真要紧的时阵，除了提起保持社交距离，嘛要要求挂嘴烟甲磅体温，避免群聚感染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刑事局伫中部单位有接到民众甲因检举，讲有人伫咧网络卖喙罨，查到到底才知影讲是甲喙罨工厂一时使偷囤货，再用官价转卖出去。另外，伫咧高雄也有人用糖仔饼包包咧骗讲是喙罨，或者民众来遮甲交关。伫咧新竹也有民众乱讲有较真白咧伫倒位假消息，一寡人也拢互移送法办啊。警方锁定县楼富人人徛街，找到真侪喙罨，各村线向警官追查，找到强会厂商，伫台中的厂房共款囤真侪喙罨。2000，哦，2000片。总共7万多片，掠到一个查某的30步，起是民众检举县内富人人透过网络卖喙罨，巡查追查发现上顶手的姓高的民众，两家喙罨生产厂商熟悉为台中甲云林两间公司进货，期间当手4摆，消费者提到的价数，每片拢捐出1到2倍。那生技公司它是以5到7块的价格来售出，那经过层层的堆叠之后到我们查气的这个刘姓女子这一端已经高达12到14块。警方表示，货源来自云林一间被定用的喙罨工厂，甲台中市专做外销的生技厂商，为3月中以来已经卖超过3万片喙罨。高雄警方也查到有民众网络买1盒50片的喙罨，寄来说是饼，还有1盒只有1片喙罨。那民众在下标的时候，是以1盒279元来下定。那收到口罩的时候，变成只有1片口罩，所以1片口罩的差价的倍数会变成279元。警方查到这名姓氏的嫌犯，伫3月中伫网络卖每盒279块，有人订几盒，内底拢只有1片喙罨甲饼，以违反特别条例甲医疗法规等罪嫌法办。新竹市有民众搁伫网络乱传假消息，指出金山街有2个确诊病例，也被警方抓到。这个讯息经卫福部疾病管制署认定是假讯息。警方表示，这民众伫3月底伫面册打无实在言论，不止引起惊吓，对新竹市同区的店家生意也造成未少影响，会依法动法，也呼吁民众唔通将这消息乌白传来传去。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日前，台师大有2位学生去抵着武汉肺炎，刷真有风声讲学校的学生去找临时工，店头加紧的要求学生爱提供健康管理证明，感觉家己已经互点名做记号啊。台师大2名学生确诊新冠肺炎相关接触者，爱居家隔离或者是自主健康管理。不过传出有学生伫外口被要求提出非自主健康管理证明，甚至工作时阵被要求证明是清气的。伫补习班工作的学生表示，头家无请伊提出证明，不过有请伊，但是去过学校都爱敢讲。为了就是让同仁们放心，所以我觉得是还好啦，当然是会有点觉得好像被特别关注一样。对，但是就是大家都诚实以报会比较好一点。学校后来决定，若学生需要证明严罚，学校出现确诊案例，台师大可能加做一种标签。有学生表示，应理解别人烦恼的心情。如果别人害怕，我们也不可以说改变别人的想法。别人这种心情你可以理解的，多多少少，反正人性嘛，这样。学生确诊，互台师大为4月7日到17全面采用远距教学，就伫边仔夜市打伤，也因为人减少，生理受真大影响。不过打伤清楚后来发生的疫情，无直接传染的可能，只要做好充足的防护就会使。每个人家里面也是都有家人，怕回去又感染到自己家里面的人，所以多少会担心啊，对啊。所以你觉得只是谨慎，不是歧视吗？对啊，应该是谨慎啊。才2个而已，有什么好担心的？所以你觉得准备好就不用担心了？不用啦，台湾那么棒，还担心什么？对学生伫外口可能被打标签，台师大表示，第一位确诊学生已经伫13号出院，爱居家隔离甲健康自主管理的人，拢已经伫同一天期满，问题应该改善。各学院也要强势，为含这新措施甲避开可能的风险，专业课程的远距教学，搁延长1礼拜到24。记者综合报道。
国际上要紧，听话水分明。咱来看日本的消息。日本国内武汉肺炎确诊人数也已经超过8000人，也因为有一寡病院发生院内的群聚感染，已经无对外收其他患者，也让规个医疗体系出现欠骹手也欠医疗资源的情形。离最近控制掉疫情的南韩，第15照常举行国会选举投票。 나라가 좀 정직하게 위선이 없는 바른 정치를 했으면 하는 그런 마음 때문에 为了分流投票人潮，投票所早起6点就开放，去投票民众拢遵守规定，唔拿挂喙红，排队的时阵保持社交距离。进入投票所进前，嘛爱消毒手甲量体温，而且挂用一个地当等调的手笼，避免发生感染。记者连上报道。 讲到奥地利的疫情有较效果，14日开始实行有限度的解除封锁，头期先会先互一寡店仔来营业，5月才会轮到大卖场、餐厅甲饭店。伫小隔壁的国家捷克也宣布讲，若准疫情会当稳定，会分做5阶段来解除封锁。 欧洲国家奥地利则是解除部分的封锁，温存几千间的小型商店恢复营业，成做欧洲头几个首先放松封城的国家之一。 Die Berichte, die ich bisher bekommen habe, die zeigen, dass zwar viel los ist, das stimmt, aber dass die Menschen äußerst diszipliniert sind, der Sicherheitsabstand eingehalten wird und die Masse der Menschen auch im Freien wartet, bevor es in die Geschäfte hineingeht. 奥地利在这波疫情表现袂歹，总计去为着病毒的死亡人数是384人，比欧洲其他重灾区较低，总确诊14234例。 Das ist die richtige Zeit gewesen. Wir haben jetzt 4 Wochen Pause gehabt und jetzt sollte es wieder schön langsam angehen. Nicht Online-Shopping ist für mich überhaupt kein Thema. Ich bin eher lieber in den Store gehen und gustieren und schauen, was ich benötige, als dass ich online shoppe. 为了防止疫情失去控制，奥地利学校幼儿是维持停课至少搁在1个月。各部中心、大型商店甲做头门店有计在5月初1重新营业，餐厅甲饭店有可能在5月中慢慢来恢复营业。 Co se týká podnikatelských činností a činností spojených s podnikáním anebo činností blízkých, třeba sportovních nebo kulturních, tak jsme je rozdělili do několika skupin a budou postupovat v celkem 5 časových scénářích. 而相关即要慢慢解除封城的也有邻国捷克，政府预计未来几礼拜实施5阶段分配解除限制，不过强调，这个情形是疫情要继续得到控制，并且维持社交距离，也搁强制挂喙暗的规定。捷克总确诊数是6101例，总计161人死亡。记者综合报道。 伫咧美国有一对老翁仔某，因为疫情的关系，老翁无法度去中照中心看有失智症的牵手。这老翁也烦恼讲，因两个人恐惊是今生今世无法度再相逢啊。另外有一位参加过义诊的翁公，也摕到医护人员募到200万的英镑。 对76岁维加霍华史密斯来讲，袂当像过去5档，逐礼拜有6天，用40分钟的时间塞车要40公里去纽约市北边的长照机构来看，甲伊结婚半世纪的家后路易斯·科斯顿是真寂寞的一件代志。伊惊讲袂当去看到伊。All I really wish to know is that she's okay. 77岁路易斯得到失智症，已经严重到目睭爬无啥会开嘛，真少开喙讲话。霍华认为讲家己去甲看，会是路易斯过会偌久的关键。啊，毋过纽约疫情真严重，3月11长照机构禁止探访，20州长古莫宣布就地闭户。过去差不多逐工拢会见面的两个人，因为即届疫情来分开，目前敢若会当靠伊来助理用短信来通知状况。做想要甲伊某见面的霍华，即马敢若想要知影讲疫情到底当时才会结束。 And she said, I have it on speaker. Do you want to say anything to Lois? I told her how her cat was doing. And all of a sudden, the nurse said that Lois had this big smile on her face. 法国东南部城市穆金斯一间长照机构面对4个家庭提告过失杀人罪，这个机构有36个老大人因为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死去。这项控诉嘛得到市长的支持。 根据英国伦敦政经学院 LSE 就是一项新的研究显示，意大利、西班牙、爱尔兰、法国、比利时这5个西欧国家内底，有42%到57%死去的患者，拢是住伫咧长照机构的老大人。今年99岁巴西二战老兵佩维塔出院，变做英国上侪岁康复的患者。2礼拜之前，伊验出阳性，伫咧加护病房住2天。
这段期间，佮引起肺炎不离个无用到呼吸器，落尾靠家己的能力来康复。医生表示，伊过去做病的生活所训练出来体格，还佮有因亲人的照顾，是伊会当康复的主要原因。英国99岁二战老兵汤姆·莫尔因为受到国民健保服务 NHS 的医疗人员的照顾，主动发起募款来防疫，要挑战伫咧月底100岁生日进前，换一个辅助器行25公尺长的花园100阶。目前已经募款超过200万英镑，差不多是新台币7550万。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咱全世界目前敢若剩南极也无武汉肺炎的疫情尔，是因为当地伫遐做遐的工课科学家早就有准备，毋过因也是继续保持社交距离，无群聚活动，定期做体检，防疫工课一项就袂当减。南极互人的印象除了是规年拢是冰甲高原，也有周边海域世界因看到的冰山，当然也有徛过海狮、海象这野生动物。几十年来，这是被少科学家研究极地生态甲气候变迁的重要据点。40个国家伫南极设立科学研究站。伫南半球热天的时阵，只有4000人；冬天是减少到1000人。因为是伫纬度上悬的所在，每年4月到8月是樱夜期，也就是将近5个月完全拍无日头。就算最近这几年来，南极观光慢慢流行，有坐游轮踅南极海域，有甚至订了参加活动，到3月夜冬全部结束。今年拄到全球武汉肺炎疫情，外来游客停止入境，意外减少南极的防疫压力。Y creemos que obviamente para alguna base podría ser devastador. No tenemos la capacidad de hospitales que tenemos en otros países. En Chile continental sudamericano, por ejemplo, tenemos en todas las regiones capacidad para enfrentar el virus. En la Antártica no. 要互伫南极的科学家、研究人员甲驻军避免感染，也是爱护防疫措施。比如各国的基地之间原本定期会办各种运动比赛甲联谊活动，一方面活动筋骨，一方面做好关系，即马全部禁止。若亲像各国普遍的社交距离规范，伫南极每一个基地也看得到。毋过有科学家烦恼，各项防疫措施可能妨害南极基地研究任务。比如为研究暖化甲气候变迁，研究团队爱定期到现场进行测量，这种机器也爱定期检查，确保收集到正确数据。假使因为防疫措施地处参与的时间无同，对长期的科学研究反倒当然是不利的。记者综合报道。咱华航因为运送防疫物资，防当作是中国来的，所以引起改名的争议。不过，这也牵涉到航权甲合约问题，无遐尼好解决。交通部长林佳龙在今仔日也表示讲，支持改名，若准社会有共识，政府就爱支持。伫咧华航的机身未限制，或者是插珍珠牛奶茶烧水，这毋是网友伫咧搞怪，是交通部长林佳龙公布的华航创意日白花草。华航因为在翠岩顶顶援助的防疫物资，去用当作是中国关的，引起改名的话题。毛利为少无共的方案来讨论。有没有机会变成 Formosa Airline？ 有一些识别系统不涉及到航权的。是的。好，那像机身的彩绘。好，这些涂装，您个人对于华航改名这件事情，您的立场是什么？我基本上是支持。你支持华航要改名？对，因为避免引起误会。如果社会有共识支持，不是，部长，我们国际航空来，部长可以代表台湾的识别，来，部长，我们就是要支持啊。针对华航改名的争议，林佳龙表示支持，强调讲成本是第二考虑的问题，而且政府无道理卖出钱。毋过国际民航组织 ICAO 的秘书长是中国籍，坚持一中的原则。毛立委认为讲华航改名牵涉到航权合约等等问题，可能有困难。毋过有国际航空法的专家认为讲航权协定面顶袂伫咧文本内底指定航空公司的名，敢若需要以备忘录等等记录改名就会使。上主要的也是伫咧政治的问题。消失合并或者是存续合并，甚至比如说更名，不会影响到他继续执行这个契约。至多我们就加一个备忘录或是附件，譬如说，被吸收加入新的银行团，所有的契约全部都会失效，必须要重签，不可能的事情嘛。学者认为，讲拄华航的财报分析上无4成营收是拄中国来的航线，毋过航权是双方协商或者是同意的结果。华航若是改名，未来伫咧航权面顶去互中国钓的可能性真大。若是袂当飞中国的航线，营收一定会去受到真大的影响。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这波疫情是影响到全世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预测今年全世界经济会退真济，也讲咱台湾今年的经济成长率会倒欠4%。不过，美国商会伫下晡所公布的调查报告当中，有真济会员认为讲疫情会伫今年的第3季来结束，台湾的经济也会伫疫情结束了后1年半内会有出现改变。武汉肺炎疫情冲击到全球的经济。国际货币基金 IMF 预估，全球可能会面临到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以来上严重的经济衰退。We are projecting global growth in 2020 to fall to minus 3%. IMF 预估今年全球 GDP 受到疫情的影响，转做负成长-3%，比2008年金融风暴的时期还佫较低。初步估计损失的金额，拢总差不多9兆的美金。台湾的经济，伊嘛认为无偌好，比主计总处2月预估的2.37%还佫较低 ，GDP 负4%。按算台湾下半年出口的情形，会面临到真大的挑战。我们的特别条例的这个预算的金额会扩充到2100亿、7000亿的这个所谓的纾困的规模哈。所以对我们国内的经济来讲，应该可以舒缓。就好像去拔杯一样的，现在任何的经济预测，可能大家都先看看吧。终端的消费性需求是不是会陷入衰退？如果没有的话，我想在生产制造这一端，我想应该是可以很快的就能够恢复。甲 IMF 经济预测来比，财经部会官员是无遮尔啊悲观。认为台湾的防疫做了比全球还佫较好，加上纾困特别条例实施，台湾的经济袂严重衰退。不过有学者认为，国内的经济主要是靠出口，若是电子业的表现无好，今年经济成长率负成长的机会恐惊真大。在前后端的供应链都断掉，你在这个中间的位置哈，不可能独自会好。如果说是疫情严重到这个第3季都还没有办法结束的话哈，那这个负2到负4都是有可能的。针对疫情的影响，台北市美国商会下晡嘛公布上新的调查报告，超过9成的会员对台湾政府防疫的表现感觉真满意，其中超过3成的会员认为疫情会在今年的第3季稳定落来。第3季原则上这个疫情会过后，非常高的信心对经济在18个月后会恢复。学者建议政府应该比照欧美各国直接发现金，所得税率12%以下的人，每一个人发1万块的现金。不过财政部长苏建荣的态度是较保守，强调需要配套，政府敢是有资源，嘛爱评估。记者综合报道。咱拢知影讲，世界欠台湾一切就未完全。来台湾的工检机利用核酸分子检测出来的快速体检检测仪，也已经研发出来咯。未来检验只要伫1点钟内就会当检验出来，而且这准确率有到9成，按算在今年7月就会当大量生产的。甲病人的检体放伫试管内底，再搁放伫检测机器，大约1点钟就会知影讲病人是毋是确诊。和原本至少需要48点钟变做1点钟，也能提早掌握症状也未发生的潜伏期，检测出是毋是带有病毒，准确度达到90%以上。大概在1个小时，包括前处理大概20分钟，我们检测时间大概40分钟，整个检测的时程大概差不多1个小时就可以知道它是阳性还是阴性。在利用核酸放大的这个机制下面的话，可以达到快速、高灵敏度的早期检测的这个目的。那我们利用试剂的开发，跟我们最小的这个 PCR 的这个机器的这个开发结合在一起，可以达到行动检疫的这个目的。快速检查传出好消息，药物开发也有好消息。中兴大学甲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合作，发现破坏冠状病毒的血抗2倍结果，应有效抑制病毒传染，应提供未来开发抗冠状病毒药物的策略。这个药物呢，它可以把病毒一个重要的蛋白核壳蛋白，然后像手铐一样把蛋白抓在一起。那抓在一起之后，改变了它的构造。那改变了它的构造之后呢，就可以让这个蛋白呢在细胞里面严重的聚集。那聚集之后呢，这个病毒蛋白没办法正常的运作之后呢，而达到抑制病毒的这个目的。武汉肺炎疫情伫全球摊开，药物甲疫苗研发以及免做好病人的检查更加准确，会成做即摆防疫关键。台湾有过去的 SARS 成功经验，相信会成做即摆全球防疫上非常重要一份子。
记者综合报道。在2016年，有一个3岁的查某囡仔小灯泡去互罪犯甲杀死，经过要4年诉讼，最高法院在今仔日驳回双方的上诉，以持无期徒刑的判决。小灯泡的妈妈也就是现任立委王婉如，也发表声明讲，判决无符合基本，表示遗憾。对于治疗的态度消极，因此再度的发生了高危险的风险，绝非被害家属所能够忍受的。所以我们请求法院给予执行的判决。去年底伫高等法院经一审言诉辩论时，丰台市的查某囡仔小灯泡的老母王婉如希望被告王景尧被处以极刑，最后经一审依然维持无期徒刑判决。这是最高法院驳回双方上诉，维持王景尧无期徒刑判刑定案。最主要的理由就是根据监里面的资料跟鉴定意见，还有医师还有鉴定人的他们的提出的报告说，被告王景玉只要服药就可控制病情。这阵身为立法委员的王婉如透过书面声明表示，判决结果无符合期望，感觉遗憾。伫悲伤甲生气以外，会致力改善犯罪被害人甲家属的困境，真全力来修补社会安全网。而这是凶手王景尧的委任律师黄志豪所一直要呼吁的。蔡英文总统所承诺的社会安全网仍然没有进行。我们对于精神障碍人士的关照，我们对于孩童的一个教育，所谓的社会安全网等等，仍然迟迟不能进行。黄志豪以个人的身份对案件结果表达意见，伊认为应该对基层教育开始精神卫生甲法治教育，互相关的遗憾莫阁发生。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的经济委员会伫今日透早审查农民退休助金草案，若准审查通过，到时阵农民甲政府拢会提拨；若准农民对35岁开始拢6%，65岁以后佫领老农津贴，一个月会当领26000多块。要互农民甲劳工佮有军工教庭员小强退休了后冇生活保障，农委会要拼农民退休助金条例立法院过关。注意陈吉仲会知影报告，讲到农业的处境，讲甲要哭。农民在这块土地工作了那么久，从来没有人把他们当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职业。草案是参考劳提顶制度设计，由农民甲政府以1:1共同提缴农民退休助金。初步计算，农民若为40岁开始提缴上悬的6%，到退休65岁时阵缴25年，佮加上老农津贴，会当一个月领18000。若是佮较早为30岁提缴35年，一个月会当领26000。不过，民进党立委认为政府提缴的比例伤过低，无吸引力，希望为1:1提悬到1:1.2。我们认为1:1你没有办法达到能够让农民的生活更有保障，而且我们政府也没有办法让农民觉得我们是照顾他。原住民立委是认为65岁作为退休的年岁，对原住民无公平。问题很大，尤其是对原住民问题很大，所以今天政委员才会要求，要你从原住民的部分是不是从55岁就可以开始领取？这个是不是让我们精算？好，精算给你，你再来。我就是要你们精算了。有关民进党立委提案要提悬政府提缴的比例，农委会表示尊重大院的决定。若草案这个会期会当顺利通过，农民的退休助金制度预计上紧是明年1月上路。预估第一年参加的人数大约是6万人，政府上悬的负担经费是10.2亿。记者林俊明单撇如台北报道。在这批疫情当中，也有真侪基本工作者有缘受到采用。头一批基本纾困已经伫初十停止收件，未来也有第二批会开52亿。文化部表示讲，头一批已经收到7600多件来申请，若准审查通过了后，就会赶紧来拨钱。不过，也有团体讲，这个方案无够集中，无法度帮助到所有的基本工作者。伫咧防疫期间，局长甲乐团等等的基本活动，为着配合政策，敢若会当延期或者是取消，嘛互基本工作者收入受到影响。啊，阁有工会指出，目前政府各部门的纾困政策，并无法度保障到所有的基本工作者。保国民年金完全不符合这次劳动部不管是安心上工计划，或是我刚刚提到的每个月1万、最长3个月的纾困计划，这样的人是完全不符合资格的。
你无一定雇主，但你还是可以根据你受影响的这个事实来提出申请。每一个人的补助上限是6万元哈，自己申请。第二个是请你的事业在提出纾困补助的时候帮你提出申请。那么第三个是劳动部的方案。文化部长陈丽君指出，针对艺文事业，包括人员薪水、一届性的营运资金甲相关提升计划，每一届补助上侪250万，接案件工作者冇补助。若是目前的艺文纾困1.0以上15亿，已经收到7658件申请，预计4月份完成审查。若是艺文纾困2.0，预计4月底公告，新增加37.2亿，和总预算达到52.2亿，而且佫新增加线顶提表的服务。认定他的资格以后，我们就会以艰困事业的专案纾困来补助。那么补助员工薪资40%加一次性营运资金，那他就不受250万的上限。你可以申请中小企业的贷款，也可以申请大型事业的贷款。艺文纾困2.0针对减轻艺文事业的营运冲击，拄原本的11亿补助，佮新增加7亿，佮有员工薪水佮营运补助24.7亿，而且佮贷款利息补贴，佮有家己请用家己的人来入去补助等等的项目，希望艺文产业会当度过这段防疫期，伫未来会当快速进行。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民间信仰当中，咱拢知影讲是扫帚神上单。讲到扫帚，毋但会当摕来扫涂骹，也会当甲这个幼囝拿来收惊。毋过咱即摆的人拢用塑胶的即款机器人摕来扫顾骹，无就是用这塑胶扫帚伫咧扫。毋过即摆也真罕见看到传统手路伫咧白扫帚路，伫咧云林北港遮，抑个一个老师傅或者吴美台，到达依然坚持用手工白扫帚，希望白扫帚这个技艺会当继续流传落去。甲扫帚草粉碎被白铁线吴美台做甲双手屈屈，因为伊已经白扫帚白40多冬，是台湾存无几个扫帚师傅之一。吴美台若会晓白高骨啦，学甲外国扫帚透开，就知影因白的美感。这材料咱拢越南的，功夫嘛是吗？哈，咱是爱偷来看才学的，来咱台湾偷来看才学的。正照讲，阮有即个基础安尼吼，你我看者就会晓。白扫帚是高工，佮忝吴美台即嘛无个做高人，是咧做趣味，处理细碎嘛惊艰苦，无愿意接劳作。吴美台也看真开，一工白10几支啊，拿二娘。即嘛做这是做无聊啊，做消磨时间啊，消遣安尼啦，无啥爱做老啊。这工作对他来说是一个兴趣。然后对我们来说就是很累，然后手又会出跟年轻人想做的工作是不一样。từ古早大家处理大鼎，拢会放一支扫帚，方便摒扫。扫帚也有扫帚仔、拿笔上的意思，欢迎大家有闲来北港老老交关熟悉传统技艺。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屏东三地门，就是一个部落青年真爱画图，伊用笔仔伫雨伞顶面画出台湾的特色，而且这个图样拢是台湾服饰顶头代表祝福的图样。一个少年人用心计较，就希望有更较侪人了解伊的创作，也了解到台湾的文化。一笔一笔伫咧雨伞顶头画出台湾族服装，这满囡仔的图样，无同的花草代表各种的祝福。屏东三地门乡口社部落的少年家潘宏讲，这是台湾族人伫咧生活中实现美学的一部分。为着画这的图样，伊也下真侪功夫。我有去参加来义乡的5年祭，去记录，去用画的去拜访这些长辈们，诉说他们的故事。然后我又加入自己的想法，然后加进去这个云件上面。潘宏费心神向部落的长辈请教每一个花草背后的意义，伊也把这创作的作品号名叫做《雨伞的祝福》，佮邀请部落的长辈来欣赏。真的很感动，然后希望部落的我们所有部落的，不管是青年会啊，或者是弟兄会啊，都能够来欣赏这个展览，真的很棒，我真的很感动。一支一支雅器，佮代表台湾族文化的雨伞，是少年族人潘宏对家己文化的热爱，也是展现族群故事新的方式。伊也望更较侪人会使收到这份雨伞的祝福。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咱台湾的啦啦队，在这国际上也是真出名的哦。对于2001年所成立的 Monster， 已经是全国啦啦队锦标赛连续16回的冠军队伍。因来自各行各业，究竟有甚么款的梦想呢？在今日暗时10点，公视台记台《青春咱的梦》，这回来看因的青春美梦。啦啦队这项运动在美国开始发展，到1980年代开始有竞技啦啦队。这项运动结合体操、特技、考核和舞蹈。也台湾在2001年出一个竞技啦啦队 Monster， 到当已经在全国啦啦队锦标赛摕到16连胜的纪录。啦啦队有结构数，就是啦啦队员他不会有背号，他不会说1号、2号、3号选手，因为啦啦队不是一个英雄主义的运动，每一项都爱足球嘛。今卖 Monster 已经有100多人的规模，嘛因为大家来自各行各业，伊嘛将家己的专业用来帮助团队。当然，你有可能因为家庭的因素没办法继续参与训练或练习，但是还蛮多的队员是用不一样的方式在参与我们的活动，还是有一些技能是可以帮助到我们队上。在训练的过程中间，难免会动作会受伤，但会当一直练习甲试验，才会当找到成功的方法。但是嘛，真需要队友的信任甲陪伴，才通有好的整体表现。阮除了学会晓技巧了，阮嘛学会晓团队合作，然后学会晓互相的信任，然后要安怎甲你的队友沟通。伊你练的不是干那技术，你练的还有你生活上的态度。对团员来讲 ，Monster 就那像一个大家庭，也是实现梦想的舞台。延续因自学生时代对伫啦啦队的热情甲坚持。记者吴定武、柯宏尧台北采访报道。接落来，咱来关心明仔载台湾的天气，因为台湾受到东北季风甲辐射冷却影响，明仔载透早东半部甲西半部天气会较凉爽，中部以北较晏山区的平地温度恐惊只剩11度至12度尔。这时东北季风若准减弱，各地头的气温就会回升。台湾大部分地区是多云到好天，敢若东半部地区会落阵雨。伫咧金门、马祖的大蒙大雾，影响到能见度，也请观众朋友出门在外要爱细腻。明仔载天气上，咱也做伙来关心。北部地区对11度到27度，中部地区对12度到30度，南部地区对16度到31度，东部地区对14度到25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14度到26度。一个未来3天气象。唔知恁敢知影春天伫倒位咧？新闻的最后也带恁来到希腊看因迎接春天。也感谢恁收看今日的 AM 新闻，我是嘉豪，咱下再会。